1986年，鏗鏘集製作咗名為《移民有價》嘅紀錄片，深入探討當時移民潮嘅成因同背後嘅代價。香港自從出現97問題，一啲對香港前途冇乜信心嘅香港人都想盡辦法移民外國，鋪定後路。加拿大、澳洲同美國都係香港移民嚮往嘅地方。不過，由於美國俾香港移民嘅限額每年只係維持600個，移民美國嘅人數就冇乜特別增加到。對於呢位梁太嚟講，佢喺美國並冇親戚，又冇專業知識，而美國目前亦都好少接受投資移民，所以梁太要移民美國就要另想辦法啦。唯一嘅途徑就係結婚啦。咁我女呢就嚟到呢度結婚咯，佢攞咗呢個美國身份，咁啊變咗可以申請父母咯，兄弟姊妹咯。即係為咗移民就嫁過嚟呢度咁。咁一啲啲啦，就嚟美國都要當然要尋求途徑啦，係嘛？梁太將個女嫁嚟美國，諗住唔單止可以申請到自己移民，仲可以申請埋2個仔添。佢打算遲啲叫埋個大女同女婿嚟美國。佢話唔想下一代過住冇自由嘅生活。民生講句啊，就怕97年。因為我親歷其境，我中國大陸有親人喺度啊嘛，受苦啊嘛，變咗成日要攞啲嘢上去啦。咁我哋喺香港係自由慣噶嘛，唔慣受束縛啦，係咪先？咁我諗住想啲仔女都好似好似我哋以前喺香港過慣嗰種自由嘅生活咁樣，所以冇叫啲仔女嚟到美國咯。新近移民美國嘅人當中，有好多係香港嘅專業人士，本來喺香港過住高人一等嘅生活，嚟到美國呢，事業根基同社會地位都要從頭開始建立。係乜嘢令到佢哋作出咁重大嘅決定嘅呢？即係我移民嚟美國嗰個日子，就係1984年嘅時候咧，喺香港即係關於97年嘅事幹啦，咁樣咧比較即係。當時人心事實上都好彷徨，而且睇住啲港幣咧就跌到由5個幾銀錢跌到9個幾銀錢都有得跌㗎啦。咁所以喺嗰段日子裏邊咁樣嘅經濟環境，所有譬如好似我做地產呢一行業嘅工程人員，咁發覺咗呢啲嘢要停頓嘅時候咧，唔知道要停幾耐咧。咁如果喺香港萬一停到唔好嘅時候，我都係冇嘢做嘅啫。與其係咁樣，我點解唔去揾另外一個新嘅環境裏邊嚟到搏一搏咧？潘超王以前喺香港係有專業資格嘅土木工程師，係長江實業公司嘅高級職員，月入2萬幾3萬蚊。嚟到美國唔承認佢嘅專業資格，後嚟託朋友介紹揾到一份劃職嘅工作。雖然所做嘅工作同以前差不多，但係佢喺工程界嘅地位就相差得遠啦。咁我喺香港咧就做咗成10年嘅日子啦。咁人哋咧就即係有咁多喺工程界裏邊，譬如好似嗰啲 contractor 一樣嘢，佢識得我好多識得嘅。咁知道咗呢個人以前係咁樣做嘢，公司方面亦都知道咗。咁所以咧我就唔需要再咧做好多嗰啲準備功夫啊。但係呢度唔同啦，人哋唔識我嘅。你話你喺香港做到天花龍鳳都好啊，人哋唔知噶嘛。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就要做多好多關於嗰啲將來做設計嘅工作啊咁樣。所以我就會日日去圖書館裏邊有啲咩有關嘅資料，美國人係點樣做佢呢度嘅嘢嘅咧咁。潘太喺香港係有10年經驗嘅藥劑師，美國同樣唔承認佢嘅資格。嚟到美國足足做咗7個月義工，係冇薪水嘅。就算係咁樣，初時都冇人放心俾佢做，令到佢好失望。第1個月去嘅時候咧，咁佢哋咧就淨係俾我好似做雜工咁樣咯，人哋送啲藥嚟啊，咁我啊點個 label 上去啊，擺翻好佢啊咁樣。咁但係咧好快咧就知，即係你做出嚟，人哋就會知道你係即係對呢行係好熟嘅。咁差唔多過咗1個月之後啦，咁我可以開始做嗰啲oral drug， 即係佢哋口服嗰啲藥啦。因為佢呢度咧係24小時 send 藥上去俾每一個病人㗎，咁我哋就開始 fill 嗰啲藥俾病人啦。
頭先你話你做咗7個月義工啦，咁做義工嘅時間有好多係即係做雜工嘅工作啦。咁而你喺香港已經有10年嘅工作經驗，你喺藥劑配藥方面好有經驗。你即係當時會覺得即係好嗰時好失望㗎，因為即係你唔知道你呢段時間到底有幾長，又唔知道即係你係咪到底可以走返日本行。咁好在啦，我好彩啦，我做間醫院裏邊嗰啲 technician 咧，大部分都係越南同埋菲律賓嚟嘅人。咁佢哋咧就一路鼓勵我，話俾我聽，即係佢哋都係經過一段咁嘅時間。而喺呢7個月嚟講咧，佢話並唔算長。潘生潘太其實係少數幸運嘅移民，唔需要太長嘅時間就已經可以揾到工，而且仲係自己嘅老本行添。雖然佢哋今日嘅收入比起以前喺香港呢就相差得遠啦。佢哋而家2個人月入4000蚊美金，喺美國嚟講，即係相等於2個美國一般大學畢業生嘅起薪點。潘先生話，比香港呢度嘅生活同物質享受下降係好明顯嘅。譬如舉個例嚟講，喺香港咧，我哋就成日走出去外邊嗰啲酒樓茶室度食嘢啦。就算好貴嗰啲咁嘅游水海鮮咧，我哋就照買翻屋企煮嚟食啊，或者係買嗰啲衣着嚟講啊，有啲歐洲流行貨色啊，我哋就走去買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咧，香港咧就即係呢啲消費本身嚟講咧，我哋就多咗好多嘅。因為咧認為都可以買得起，所以咧就會咁做啦。但嚟咗美國咧，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總收入都差唔多4000蚊美金一個月。咁嘅時候咧，我哋喺4000蚊美金裏邊咧，我哋有成半數咧就拎咗去嗰啲保險啊、汽車嗰啲分期付款啦，就房屋分期付款啦，稅又扣得多啦，扣咗成20幾30個%啦。差唔多扣喺呢度要扣。咁即係呢啲咁嘅保險同埋稅咧，已經去咗我哋總收入嘅一半㗎啦。而家彷徨嘅日子終於都過去，潘生一家慢慢安定落嚟。儘管佢哋嘅生活享受同社會地位都比香港差，佢哋仍然冇後悔。我自己就成日都咁自己同自己講，即係我喺香港當時嘅生活，唔係話一朝一夕得嚟，我呢個係累積咗10年。然後我先得到咁樣嘅生活嘅程度，同埋得到咁嘅享受。咁我而家喺呢度呢，只不過係2年啫，好可能呢，我喺呢度經過10年之後呢，咁我亦都係可以得到同樣喺香港咁嘅成果嘅。自己都係咁自己安慰自己啦。如果唔係咁樣嘅話，你一直咁失望落去嘅話，嗰人點能夠生存？潘生同潘太一家都比較後生，而且識英文，可以同本地人溝通。對於適應新生活嚟講係比較容易嘅。移民行列裏面有頗多係年紀老、唔識英文又唔識揸車、適應能力比較低嘅退休人士。對佢哋嚟講，移民嘅苦悶生活係難受嘅。你知啦，香港1997啦嚇，咁啊即係好多人都怕啦。咁啊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啲兒女嚟晒呢度咯。但係97問題唔係已經解決咗啦咩？簽咗協議咯。話就話係簽協議啫，咁啊有時會變噶嘛。陳太為咗97問題移民美國，本來佢係同個女住喺加州一個小鎮嘅，生活實在太苦悶啦。於是佢一個人搬嚟呢度三藩市唐人街，諗住多啲人同聲同氣，日子會冇咁難過。咁我個女嗰度咧又好悶啊，佢又要翻工啦，我個孫又要翻學啦，咁變咗咧剩低我一個人，好悶好無聊咯，思前想後啊咁咯，諗呢樣諗嗰樣咯，想自殺㗎悶到。為咗日子好過啲，佢千辛萬苦託朋友介紹學車醫，目的呢唔係揾錢，而係為咗有所寄託。有班工友一齊有傾有講，不過放咗工之後，佢又要孤孤獨獨翻屋企等第2日開工。比較兩地嘅生活，你中意邊一度嘅咧？我中意香港。咁你中意香港，你唔留喺香港又要地咧？所以呢啲好矛盾嘅，咁所以我而家成日都翻去，有時1年翻去2次，連冇2次都有1次。咁仔女喺呢邊啊，梗係跟仔女啦，係咪？我都想留喺香港。嗱，你既然唔中意呢個生活，又要留喺度，咁你覺得
即係咁樣移民法值唔值得呢？唔值得啦。每一個轉變都會有得有失，冇一個移民係唔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嘅。對有錢嘅移民嚟講，代價就係犧牲比較多姿多彩嘅香港式生活。加拿大嘅溫哥華係香港投資移民嘅集中地之一，所以嗰度香港有錢佬特別多。吳志能以前喺香港開咗20幾年工廠，移民之前係3間工廠嘅老闆，有10萬呎廠房。佢喺香港長袖善舞，嚟到呢處呢，本來打算開工廠做翻本行生意，可惜總係困難重重。呢度做生意啦，大嘅生意啦，就俾外國人啦就已經壟斷晒。咁啊，中國人呢，就只係適合做咩啦？做餐館，即係暫時嚟講啊，將來好難講，或者中國人或者會凌駕於外國人都未定啦。但係目前嚟講呢，就只係做餐館同埋啲小生意，同埋啲果仔鋪啊，即係 store 咧嗰啲嘢啦。咁變咗嘅生意範圍唔係好大，除非係近年啦，有啲中國人呢，就係做地產啦，或者咁其他嘢啦，就比較亦都有，但係就為數當然啦係唔係太多咁啦。除咗係俾即係本地嘅人壟斷咗啲大嘅行業之外呢，同嗰個政府嗰個做生意嘅法例同埋嗰個工會嘅勢力有冇關係呢？係有啲關係㗎。BC 省嗰個工會嘅勢力就大好多。Daddy 啊，人哋問有冇獎交王朝本書啊？有嘅，我一陣攞出嚟，你入嚟攞啦。哦，好啊。吳先生而家開咗間書店，樣樣都要親力親為，啲仔女都要幫埋手。以前吳生間廠上咗軌道，返工只係開下會。佢以前有3架平治房車，有2個司機。為咗移民，臨走之前將住緊嗰間屋降價出售。吳太喺香港屋企有2個工人，唔使自己煮飯買餸，平時多數行下公司，而家呢就要落鋪頭幫埋手。生活方式有咁大嘅唔同，初嚟到有冇唔習慣？少少啦，但係都可以克服㗎，因為我哋家庭個個人都歡喜呢度嘅生活，呢度嘅天氣，都唔錯㗎。為咗移民，你覺得係即係犧牲咗啲乜嘢？表面上嚟講係犧牲即係好大，其實上咧犧牲點大法啊？咁做開生意唔做，咪犧牲咗好大咯，係咪？但係為着家庭嘅大家嘅融合啊，同埋自己嘅信心啦，咁過嚟呢邊呢，亦係有種樂趣嘅，亦係即係補償翻嘅。吳先生話：佢今次移民係打算落籍生根嘅。不過吳先生呢種諗法其實並非係大部分有錢佬移民嘅心態。梁雅力係移民顧問，佢協助過頗多香港人移民加拿大，尤其是以投資身份移民嘅。香港人係唔係真正想移民，佢應該好清楚。好有錢嘅啲大廠家、啲醫生、律師嗰啲呢，其實講到明都沉啊！佢一定嗰啲係靠過骨嘅啫，嗰啲佢唔會咩嘅，唔會真真正正咧係投資嘅加拿大。總之 OK， 好似就咁用咩啦？醫生嚟講啦，醫生嘅話呢，佢多數 send 呢個老婆個太太嚟，咁自己就翻去香港再行醫。佢真係唔係買現疏啫嘛？如果1997係好嘅話，佢咪留翻喺香港咯，抌咗個 passport 咯。如果唔好嘅話，佢一定飛得翻去加拿大。咁其實咧，佢哋啲人咧揾個太太嚟移民加拿大，都揾太太過橋啫嘛，太太買現疏啫嘛。而家個個都係咁嘅啦。64歲嘅曾榮，終於都等唔到服刑期滿，就翻咗嚟。曾榮同佢啲朋友話：移民嘅生活呢就好似坐監咁樣。今日曾伯決定唔再捱落去啦。
珍伯舊年4月以退休移民身份移民加拿大，喺多倫多市近郊定居。根據加拿大嘅移民規例，4年之內一定要喺當地住足3年，先至有資格成為加拿大公民。今次珍伯住唔夠2年就毅然翻嚟，等於決定放棄呢個移民機會。佢話唔適應當地嘅生活，根本上唔適合我㗎。就點咧？就好似如果在熱天嚟咁講咧，在夏天嚟咁講咧，就我咧就朝頭早就走去行下晨運啦，咁啊走去行完晨運之後咧，就走出去唐人街就打麻雀啦，咁啊飲下茶啊咁樣。咁啊初期咧就幾好嘅，即係新見翻嘅舊朋友啊嘛。咁有成日聯絡啊，整下咧太過單調啦。好啦，跟住嚟咧，一到落雪咧更厭煩，因為我第一我個氣管啊，如果落雪咧，咁對我氣管係影響。第二咧又唔出得街，出街咧你要搭車，由我屋企行去嗰個車站咧，要行2個字內嘅。如果落大雪啊咁樣，我點行出去咧？咁即係韞住我喺屋企，咁韞住我屋企咧，等於3等移民啦。咁第一等啦，就等天光啦；第二等咧就等食飯啦，食完飯咧又等黑啦，又瞓覺啦，咪成日係咁等啦。舊年珍伯一家6口離開香港嘅時候，一啲都冇諗過會翻轉頭。佢哋變賣晒喺香港所有產業，攞啲錢喺多倫多附近一個小鎮買咗間舊汽車旅店嚟做生意。呢項交易當時轟動全市，唔止電視有專題訪問，報紙亦都以頭條新聞報導。旅店開幕，當地市長仲親臨剪彩，一時成為佳話。今日佢哋全家有一半人都適應唔到加拿大嘅生活，翻咗嚟香港重新置業，決定以香港為家。事實上，自從出現97問題，移民加拿大嘅人數不斷上升。1983年，商業移民有2200人；84同85年，每年分別有3500人移民加拿大。今年加拿大亦都放寬特定行業人士移民嘅資格。今年頭5個月，加拿大領事館已經收到11500份申請表。羅凱儀係其中一個申請人。今年7月30日，佢正式接到通知，移民批准咗。羅凱儀係電腦程序員，佢曾經為移民嘅問題考慮咗好耐。佢有好多同行嘅朋友都已經申請咗，亦都批得好快。初時佢抱住即管試下嘅心態，入紙申請移民加拿大。到佢知道咗可以成行啦，佢都曾經揸唔定主意。不過權衡輕重，佢終於都係決定去。最大問題呢997咯。咁你點解咁怕1997呢？我唔係，其實係怕，因為我完全唔知1997之後會係咩情況咯。咁譬如如果你話俾我聽，我1997之後會好差，會差成點樣，講明俾我聽，或者我心理準備會好啲。但係我成日覺得都唔知1997之後會係變成點。咁我最驚就係當你唔知一樣嘢會變成點嘅先係最驚。咁你而家移民加拿大啦咁樣，咁你係咪打算即係喺加拿大落籍生根呢？我冇咁嘅打算啊，因為我係諗住咧坐完嗰3年移民監之後會翻返嚟香港。點解呢？因為基本上我係中意香港啦，香港嘅生活又多姿多彩啦，我啲朋友又喺度啦，咁我喺度土生土長，咁始終我都覺得我屋企就喺香港。羅凱儀亦都係呢一間花店嘅老闆娘，佢平時一放工就嚟呢度打理生意。呢度每個月淨賺5-6千蚊。佢移民唔捨得嘅，就係要結束呢一點點由佢一手一腳建立嘅事業。每次看見你，你也揮揮手，然後清風一般飄去，各有各去向，卻有笑意共記取。多謝。佢話：佢更加唔捨得張學友。
好似呢啲咁嘅歌迷會活動，佢移民之後唔會再有機會參加。佢認為見唔到張學友係好大嘅犧牲。仲有幾日，關先生、關太太就要上飛機遠赴澳洲墨爾本定居啦。呢幾日佢哋忙到不得了，一有時間就要去買定啲冬菇、海味以及將來生活必須用嘅家庭用品。關鼎超同佢太太係政府電腦資料處理處嘅電腦程序員，佢哋啲同事流失率有成12%，大部分都移民澳洲。86至87年度，澳洲打算吸納16000個技術勞工移民，以及2500個商業移民。為咗更容易適應當地嘅生活，好多移民都學返一技之長。關鼎超就去學修理汽車，因為澳洲唔似得香港咁容易揾到車房，修理費亦都好貴。而關太呢就喺屋企學車衫，佢話澳洲啲衣服好貴，第時自己可以做衫着。關生關太今次移民，其實仲未揾到工作，亦都未揾到屋，兩夫婦帶住港幣15萬，諗住到步先至打算。雖然前途係有啲茫茫啊，但係佢哋話都係充滿信心嘅。佢哋啲朋友亦都寫信翻嚟話，澳洲容易揾工做，週末得閒仲可以到海灘捉鮑魚、捉龍蝦，生活寫意。究竟移民嘅生活係唔係好似關鼎超諗咁容易適應嘅呢？如果適應唔嚟，又放棄咗而家嘅工作同生活方式，代價係唔係太大呢？我諗即係如果而家仲係後生啦，我諗容易適應環境嘅。咁如果真係唔適合，我諗都會起碼過咗2年先再作打算啦。我諗我哋起碼都攞翻個公民權，即係住夠2年攞翻個公民權先至會再諗咯。點解咧？咁既然都付出咗咁多啦嚇，又工都辭晒，又搬晒啲嘢過去啦，咁即係如果無端端唔通真係住3-4個月又翻嚟咩嚇？咁起碼都即係有啲 at least 都有啲嘢攞翻嚟。有部分人認為香港嘅前途唔明朗，於是決定移民外國。移民之後會點呢？有好多仍然係未知之數。可以肯定知道嘅，移民係要付出代價嘅。移民有價唔單止係一部關於移民嘅紀錄片，更係一面鏡，映照出一代香港人嘅抉擇同無奈。呢段歷史唔單係過去，亦都令我哋反思今日身處嘅環境同我哋嘅選擇。如果大家鍾意呢條影片，歡迎大家可以訂閱、留言同埋分享。我哋下次再見，拜拜。